我問大家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你身邊有冇發現一種好特別嘅現象？有啲人好似天生就好輕鬆掌控人生，好似滑浪高手一樣，就算遇到看似會冚過自己嘅大浪，都可以轉化成新嘅起步點。但反觀另一啲人，就算日常生活少少波折都頂唔順，成日怨天尤人，覺得命運對自己唔公平。其實呢兩種人之間隔住嘅到底係乜嘢鴻溝？今日就同大家慢慢傾呢個話題，事關我哋喺呢個多變動嘅九運裏面，必須懂得點樣先可以得到內心平靜，又可以賺到平穩向上，過上好日子。其實呢度差距從來唔係好彩、天分，亦都唔係只靠後台背景，只係兩種唔同嘅處世心態。嗰啲萬事都搞得掂嘅人，唔一定比我哋好命，亦都冇三頭六臂，只係在人生磨練之中，學識咗一樣最重要嘅本事。心入邊當所有事都會順心如意，聽起嚟好似有啲理想化，甚至有啲違反常理，但呢種心態現實中威力極大。所謂凡事當成會如自己所願，其實係建立全新嘅心態，做人處事模式，深信就算眼前遇到幾糟糕嘅事，到最後都會以某種方式對自己有利，用堅定樂觀同自信嘅態度去面對人生。但大家一定要分清，呢種絕對唔係心靈雞湯嗰種盲目樂觀，唔係好似鴕鳥咁匿埋唔敢面對現實，逃避困境。呢種係清醒嘅樂觀，係實用嘅生存智慧，清楚見到現實嘅殘酷，卻仍然相信結局會向好，先係真正運勢嘅格局。呢種思維習慣好簡單，無論順境逆境，開心失意，都要問自己一句：呢件事可以帶俾我咩好處？入邊藏住咩機遇？人嘅大腦就好似搜尋引擎，你諗咩就會收到咩結果。當你打定主意，相信事情會向好，大腦就會自動揾出路。人哋見到困難就以為係死路一條，你卻可以睇到隱藏嘅機會。人哋遇到阻滯就揾藉口逃避，你已經諗好幾個解決方法。注意，唔係只得一種解決方法，慢慢你就唔再被認命擺布，反而可以靠自己思維創造屬於自己嘅人生。講返日常例子，好多人做緊唔中意嘅工作，內容沉悶重複，老闆難相處，同事關係煩心，多數人只會不斷抱怨，同同事吐槽，同朋友訴苦，每日返工心情沉重，慢慢變得越嚟越消極。要唔係一時衝動辭職，就繼續留低捱日子，日日消耗自己。但心態正面嘅人絕對唔會沉溺喺怨氣入邊，佢哋會靜落嚟諗，呢份工雖然唔係理想，但既然身在其位，就一定有價值，仲可以學到咩實用技能，又可以為將來理想工作鋪路。跟住咧就認真對待每樣工作，唔係為討好老闆，而係磨練自己能力。喺會議觀察人際溝通技巧，喺繁瑣工作揾到提升效率嘅方法，將低潮經歷變成向上爬嘅踏腳石。當你抱住探險者心態面對生活，身邊機遇就會陸續出現。上司、同事、客戶都會感受到你嘅積極同擔當，自然會將好機會留俾你，可能係核心項目、更好嘅工作平台，甚至係創業新出路。呢就係凡事向好嘅真正力量，唔係只坐喺度等運到，而係建立豐盛心態，再用努力配合行動，令成功變成理所當然。好多人會問，遇到突發裁員、感情破裂、投資蝕錢呢種重大打擊，點仲可以說服自己有好處？其實正正係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呢種心態先最珍貴。失意時難過、迷惘、發脾氣都好正常，唔需要強裝堅強。但係難過過後，要識得企返起身，諗下點樣從挫折之中吸取經驗，令自己變得更強大。成功嘅人都唔係一帆風順㗎嘛，世人誤解成功就係避開所有失敗，但真正成功嘅人從來都經歷過重重挫折。成功從來唔係唔跌倒，而係跌倒之後有冇能力爬起身，將逆境變成成功嘅基石。亦都有人覺得成日諗事情對自己有利，會唔會太自私？其實啱啱相反，當你內心充滿安全感，積極樂觀，先有能力善待身邊人，唔會計較少少得失，唔會因為小事動氣，仲可以扶持身邊低谷嘅人，為家人撐起一片天，帶俾身邊人正能量。而家世界變化極快，充滿不確定性，呢種心態就係我哋嘅定心丸。與其恐懼改變，不如擁抱轉變，將變化當為成長嘅跳板，同時亦都可以令自己活在當下，唔浪費精力擔心未來，後悔過去，專注眼前生活，提升做事效率，
經營好人際關係，捉緊身邊錯過唔起眼嘅機會。呢啲道理唔係空泛理論，而係可以隨身使用嘅人生武器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唔好只係聽過就算。如果你而家面對緊挑戰嘅話，你睇到嘅係煩惱擔憂，定係有機會新目標呢？實踐呢種心態，改變自己嘅思維同做法，慢慢迎來人生嘅蛻變。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